在愛情的道路上，我們或許都曾經歷過那樣的時刻，看住心愛的人漸行漸遠，心中充滿了不甘心與失落。自尊，這個平時看似堅不可摧的堡壘，在愛情面前卻變得脆弱不堪。但你知道嗎？有時候適當地放下自尊，並不是卑微，而是為了守護那份得來不易的感情。今天我們就來聊聊如何用4個步驟下不必要的自尊包袱，重新挽回他的心，重獲真愛。第一步，正視問題，自我反省。在決定挽回之前，最重要的一步是正視你們之間的問題，是因為日常的瑣碎爭吵消磨了彼此的耐心，還是因為工作忙碌而忽略了對方的感受，或是外界的誘惑讓你們的心產生了距離。無論原因是什麼，都需要你靜下心來，誠實面對自己，自我反省。記住，這不是為了自責，而是為了找到問題的根源，為接下來的行動奠定基礎。舉個例子，小張和女友小麗因為工作關係經常異地，久而久之，兩人的溝通越來越少，誤會越來越多。小張意識到這一點後，沒有一味地責怪小麗不理解自己，而是先反思了自己是否足夠關心她的日常，是否在她需要時給予了足夠的陪伴和支持。第二步，真誠溝通，表達心聲，找到了問題的症結。接下來就需要透過真誠的溝通來表達你的心聲。這裡的溝通不是指責和抱怨，而是站在對方的角度，用平和的語氣表達你的感受和想法，告訴他你有多珍惜這段感情，你看到了自己的不足，並願意為了他而改變。小張決定寫一封信，自旅行間充滿了對小麗的思念和對過去美好時光的懷念。他誠懇地表達了自己因為工作忙碌而忽略了他的感受，並承諾會調整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增加兩人相處的時間。這封信如同一把鑰匙，打開了小麗心中的那扇門。第三步，實際行動，證明改變。光月不練假把式，真正的改變需要用實際行動來證明。根據你們溝通的結果，制定一份可行的計劃，並堅持下去。例如，如果你之前因為工作忙碌而忽略了他，那麼可以嘗試調整工作安排，每週至少安排一次共同的約會時間。如果你們之間缺乏信任，那麼可以透過日常的細節來逐步建立。小張開始每天給小麗發早安晚安的訊息，分享自己的日常，即使只是簡單的幾句話，也讓小麗感受到了他的在乎。末，他會提前安排好工作，飛過去陪小麗，即使只是短暫的相聚，也讓兩人的關係逐漸回暖。第四步，耐心等待，給予空間。最後一步，也是最關鍵的一步，就是耐心等待。改變不是一蹴可幾的，同樣，挽回一個人的心也需要時間。在這個過程中，給他足夠的空間，讓他看見你的改變，感受到你的誠意。不要急於求成，更不要步步緊逼，這樣只會適得其反。小張深知這一點，他沒有因為一時的進展就急於要求小麗立刻回到自己身邊，而是給了他足夠的時間去思考、去感受。他相信，只要自己堅持下去，總有一天能夠打動他的心。愛情從來都不是一場獨角戲，它需要兩個人的共同努力和付出。在挽回的過程中，下不必要的自尊，用真誠和行動去證明你的愛。相信總有一天，你會重獲那份屬於你的真愛。記住，愛情裏沒有誰對誰錯，只有願不願意為了彼此而變得更優秀。